大家好，我是住金门来的金门阿凯。自细汉，阮爸都一直甲我讲一个观念，就是做人爱行为正当。伊讲，咱金门人高粱袂使透水啉，爱啉纯的，一啉3暝3日才会煞。我当场讲句，我才14岁呢，学堂连维他露片都袂使啉，安尼敢算金门人？我开始怀疑人心，到底什么时阵才会变成正港的金门人？我就走去问阮阿公，阮阿公起不正手机，啥甲你讲的乌白讲。咱金门人厝内、喙内拢袂使有水，人我透早就用高粱咧木喙，连水手都用38度的。迄个我就了解两项代志。第一，高粱对咱金门人来讲是灵魂，毋是饮料。第二，超过40岁的查甫顺一支喙，愈老愈严重。头脑嘛毋知咧想啥，讲啥物金门水源少，啉酒就好。你才15岁尔。正是。伊咧讲台语，敢若袂输咧讲古的人呢吼。系啊，我听无咧。恁袂啊安怎讲？阮讲无，无。恁食袂咧？阮食无。鱼咧鱼。咱讲鱼。鱼。哎伊这其实甲海口腔足像的啦。来，阮兜坐拢讲来，阮兜坐的，对无？哦，海口腔啦。